你以為俾佢哋食緊嘢，狗狗食係寵佢？有乜嘢真係一啖都唔可以啊？狗狗唔係人，佢嘅身體處理食物嘅方式完全唔同。第一樣唔可以食啦，洋葱炒飯啊，湯底咧有洋葱都唔得，會破壞狗狗紅血球啦，嚴重可以貧血。第二樣啦，朱古力當中嘅可可鹼對狗狗中嘅神經有毒，越黑越苦越危險。第三，葡萄同提子乾，人食養生，狗食可能直接引發急性腎衰竭。機制未明，但係實例已經太多。第四，牛油果含有名為 persin 嘅植物毒素，會引致嘔吐、腹瀉，尤其係皮同核更加唔可以㗎。第五，加工食物，香腸、午餐肉、火腿，鹽太高，香料太多，仲可能含有硝酸鹽防腐劑，對狗狗腎臟係慢性炸彈。你要記住啦，人類食得落，唔代表狗狗頂得順。真正為佢好，唔係俾咩都食，而係識得話呢啲你唔可以。